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25，旧历的8月初9，礼拜5。后礼拜就是中秋节咯，相关的食面拢起价哦。像三肉这种中秋的摕来烘的鱼啊，即卖1公斤52块3，比去年的中秋起将近7.4倍。鸡肉嘛起14.6%，鸡卵嘛起2.1%。另外，消保处的调查，大卖场甲超商咧卖肉饼有2成3。价小中悬，所以今年过中秋买食材爱加开一寡钱咯。香港讲烘肉，袂少人爱烘海产，不过今年若想要食鳝肉，可能爱加开钱，因为今年鳝肉的量有较少。一礼拜每公斤的交易量是52块3，比去年同期22块起将近1倍半。另外起价还佫有鸡肉，这个油金的鸡肉看起来真好食，不过摊贩是9块连天，因为白肉价介绍到每公斤49块7。土鸡也是58块3，国起14.6%到2.9%。不过生意人根本就唔敢起价，只好家己吸收。点仔起啦，咱无大卖1点仔起啦，一只炒头都头40-50块。连鸡卵嘛起差不多2%，若青菜因为今年无风台影响，较稳定，比去年同期俗差不多3成。估计中秋节进前5天价销会较起。若中秋应景月饼出名的月饼店外口，因为价销无起，人是有够济。消保处调查。大卖场超市超商的月饼有2成3起价，因为爱吃就会来买。价钱对。虽然民众认为讲小可起同款会买，是讲若买较济的，都要小比价一下，安尼较袂开遐济。